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7月9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分享的是真正的敬虔。我们要读哥林多前书14章12到25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在教会的聚会中，我宁愿说5句使人明白能够教导人的话，而不讲千万句灵语。哥林多前书14章19节。这段经文的摘要提到，应当求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。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语，也透过先知讲道，能够胜过说人听不懂的方言。我们知道上帝是个灵，所以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灵和诚实，或者是真理来敬拜他。借着礼拜的程序，我们可能透过敬拜赞美、祈印、读圣经、听讲道、祷告、回应的奉献、信徒的交通等等，使我们能够更认识这位上帝，认识他的属性，并且与上帝和信徒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然而在礼拜当中，我们不论祷告还是歌唱，或者是听讲道，为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渴慕上帝的同在，认识他的经历，认识他的真理，然后在经历恩典当中，能够成为他荣耀的见证。在聚会中的祷告、歌唱、祝谢、交通和讲道，保罗提到必须考虑到众人的感受如何，都要心灵与悟性一起来使用。所以不但要用心灵，也要用悟性，也就是说用心思和理解力，好明白我们所讲所唱的是什么，这样才能够真正表达我们从心灵所发出的感情，又能使我们的祷告和感谢叫自己得益处，并叫旁边听的人得益处。假如我们不用悟性，单凭着灵的感觉，甚至任凭情感受到激动，说出一些没有人能够明白的话来，就不能够造就人了。所以我们用心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处在一种清醒的状态中，接受圣灵的感动和指引。保罗他见证自己有过很多说方言的经验，比哥林多人还多。但是注意，保罗是在什么时候说方言呢？是在他自己私下祷告的时候。但保罗说，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方言。其实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所听的真理，并且能够得到信仰的造就。那哥林多信徒在生活形式当中比别的教会腐败堕落，但是他们在追求恩赐上比较注意那一些在身体上有感觉、外在的经验，在经历上较神奇的恩赐。保罗在此来提醒他们，如果在实际生活中不认真，容许淫乱、纷争、结党和各种属肉体的事，却又在恩赐上狂热的追求超自然的经历，那么这就是做小孩子了，而不是做大人。
我们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，所以保罗要求那更大的恩赐，就是追求爱及先知的讲道。保罗已在上文反复说明，做先知讲道这样的恩赐能够造就教会，胜过说方言的恩赐。因此信徒应该来追求做先知的讲道。如果在聚会中都做先知讲道，而不是说方言的话，就算有不信的人或不通方言的人进来，他们也会听得明白，就会被众人劝服而知罪，被众人审问了，而受圣灵感动，终于在上帝面前俯伏敬拜，归向上帝。所以呢，在聚会的时候做先知讲道，是能够叫所有人都得益处的。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是否只注重自己的属灵经验，而忽略了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他们的内心感受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我们有敬虔的心，让我们的眼目焦点专注在主你的身上。我们在礼拜当中，求圣灵感动我们，能够关心弟兄姐妹心灵的需要跟感受，帮助他们在真道上能够一同成长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